即馬這高鐵要起到宜蘭寬屏甲綜合規劃，即馬攏已經通過啊，等咧等行政院來核定。也毋過台灣前進電線因是表示講，這監察院對這個計劃是有疑慮的，所以行政院除了愛有回應，嘛應該公開這個工程的經費，講清楚才來推動。高鐵通到宜蘭這個案是重大交通建設，目前綜合規劃甲寬屏攏已經通過，咧等行政院核定。由小黨組成的台灣前進電線拜三佇交通部外口開記者會表示，監察院佇今年5月有公布調查報告，認為這項計劃的可行性甲規劃的程序攏有疑慮。可是它不應該去取代該有的程序。監察院已經說了，宜蘭的高鐵沒有完整的可行性評估，甚至行政院都還沒有立案。那這樣的情況下，就進入了綜合規劃，甚至到了2階環評。台灣前進電線指出，高鐵通到宜蘭這個案，工程費用3650億，若閣加上30年的營運成本1735億，總經費上無愛5385億。因認為行政院要先講清楚計劃的整體經費甲財務規劃，讓民眾了解。核定前必須要逐條的回應監察院調查報告提出的各種疑慮。第二，完成420公頃土地評估之前，不得擴大特定區跟提升容積率。第三，重新檢討高鐵的路線、車站與特定區是否應該進行整體的環境評估。台灣前進電線表示，這個案件行政院還無核定就先送環評審查，嘛無甲地方好好溝通，這個問題監察院的報告攏有寫到，要求行政院來回應監察院的意見，賣說明到底這項交通建設要開偌濟錢。針對小黨的批評，目前交通部是還未回應。記者郭金陽、王志光台北報道。